性教育这个物件吼，唔是讲几岁开用教，迄问题是讲你是要安怎教，无共年岁的人要安怎教伊教？对阮来讲，阮咧想的是安尼。你讲咱拄则拢咧讲，是爱到18岁开用教，还是讲爱到国中了开用教啥物？咱拢会去想这无？吼，但是其实你讲干伫伊个遮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差不多了解，伊种提早了解遮代志的时阵，对伊来讲，这就是遮自然伊爱去应对的。啊，无你讲18岁，咱即摆的教育，咱敢有18岁，敢有咱即好即摆开始用教啥物啊？嘛无啊，啊，大嘛是拢到咱到大汉了，咱到底是按倒位去学着遮物件？颠倒是讲吼，咱咧教育阮是推广讲吼，你伫个囡仔就算是幼婴啦，你有一寡方式。甲伊讲遮代志，互伊了解，互伊变到生活中的，这就等下拄则咱可能王老师嘛有讲着，伊伫个教学现场，到尾其实即马要讲的，咱人要一个整合式的教育，要互因即个伫数学课嘛教，伫个国文课嘛教的时阵，要安怎处理？其实你互伊讲，这就是遮自然的，咱拢会甲整合你来讲的时阵，这是最重要。性教育吼，袂使干那是学校甲老师在教。家长的观念甲态度真重要，所以我即马伫真侪学校做迄调查迄性骚扰、性侵害吼，这个性平事件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即寡吼我喺调查内面吼，即寡会发生即寡拢是甲家长关系无好，所以家长拢是知影伊个查某囝发生安尼代志，就紧去警察局报案哦，这个查某囡仔哪会对我查某囡仔安尼啊？啊，阮调查了，结果大部分拢是伊愿意的啊，毋是强逼伊也无啊，无，伊是一个敢若是敢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后来大部分都是安尼，啊，家长无办法接受，啊，迄代表什么意思？你平常无咧关心伊到底伊即马甲谁咧交朋友，啊，伊有手机啊，伫房间内面，伊规工伊到底甲谁到谁来交朋友？伊遮侪时间是伫房间内面用手机，还是咧看啥物件？家长有去了解无？啊，伊有无了解的物件，伊会去平常有机会甲家长来讲无？家长有机会甲伊好好坐落来讲，你最近好无？安尼吼？啊，你最近安怎？即寡真侪问题就头拄仔医生讲的，毋是讲我甲你讲袂使发生，伊就袂发生。对啊。是讲你爱伊怎啊？即摆问的问题讲，你家长爱有迄个敏感度，迄个 sense 吼，就是讲，伊即摆问这个问题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啊，加问袂使讲，啊，你就袂使做就对啊，啊你就袂甲你讲啊。没啦，我想讲，即摆少年的即个老爸老母应该是。无哈像阮迄个时代，吼，册啊就摕出来，啊就点点安尼。但是我相信应该还佫真侪技术性的问题，就是讲你甲我问这，啊我说毋知要安怎，要掠迄春秋。听家长来讲吼，你莫掠做，你爱偌专业，哈，你只要迄态度讲啊，我愿意听你讲，我愿意关心你，迄个态度较重要。咱有当时啊是第一现场吼，咱是爱先安抚家长，就是讲这是做主人的现象。这医病啊医人的吼。真正啊，所以阮一个我本身伫屏东基督教医院门诊是一个跟诊护理师，啊，另外一个是个管师，所以我在开诊的同时，爱有两个护理人员伫当场。边啊？嘿，因为若发现讲家长真正迄情绪起来时阵，嘿，个管师就爱带起你，啊，带出你好好讲哦清楚安尼，啊是爱听家长讲，啊，阮遮是听囡仔在讲，啊，看讲两边伊是出现伫因的资讯落差伫倒位，咱慢慢啊甲伊解说安尼。啊，其实咱会甲家长安抚的，就是讲，遮的性病其实拢有药会当医，好好啊医拢会好。莫紧张。对，啊，重点是你以后要安怎预防，要安怎甲囡仔讲即件代志。啊！你即马急，你安怎上去拢无路用啊！啊！你要来上课，要来上课无？